哦，改善足多，改善足多。我讲，阮遮会饮水，即马水热市场甲黄市场，阮遮比青寮较袂饮水。哦，你看安尼会饮水变袂饮水，安尼有改善有无？哦，这就是咱水利局配合咱市长。来改善整个我们的改善的措施里面呢，包含的我们的一个金寮排水的改善哈，那包含的新家桥，因为过去它是一个瓶颈段，我们请了公路局来协助帮我们的新家桥做了一个2底抬升的一个改善工程，那避免这个水会溢淹到我们的社区。那另外呢，在我们现在的芦竹潭中排的部分，好，我们也投入的一个经费，好，大概去改善这2条排水哈。那另外最重要的哈，包含在金寮社区的部分，我们有做了一些抽水站。那透过这个一些排水的分洪，还有我们的抽水站的设置，未来呢，我们金寮国小旁会再设置大概是0.5公顷左右的一个自洪池，大概自洪量大1万吨。我想很多排水设施的持续改善，我想会对我们这个社区有一些大幅的一个积淹水的一个改善的一个效果。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后壁区金寮排水周边聚落地势低洼，往往受到巴掌溪回水及瞬间暴雨的双重作用，造成积水灾情。台南市政府水利局为提升治水成效，积极向水利署争取工程经费，透过新建分流渠道、增设抽水站、新建排水护岸等方式，多管齐下，全力改善。未来也将持续争取经费，治理金寮排水下游段，减轻周边洪患影响，让后壁区的民众可以安居乐业。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我们今天特别来看那个金寮排水的这个工程，主要是服务新家、后壁区、新家地区跟青寮地区，这个排水哈。我记得08、23的大雨的时候，这边也都淹水。更不用提88风灾，那个时候淹的是一塌糊涂。那这些年来也陆陆续续投入了相当多的经费。以这个排水来讲，我们总共有14.8公里，那有投入将近3.4亿的工程啊。这个非常感谢中央水利署，感恩到上，感恩地方的配合款嘛，感谢咱议会哈，给咱通过哈。这个配合款，那阵没有通过垫付的话，这工程可能还延宕半年以上。所以说。这是救命钱哈！感谢议会的支持。那希望讲这个工程顺顺利利、平安顺遂哈，会当大大减少淹水的几率啊，对百姓的这个生命财产的安全。你要看即马咱家人伫咧庄内，迄个地势都无共款啊，所以这个希望讲对于咱民众吼诶，这个生命财产安全会当得到更较大的保障。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9月25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三重区新北天然气电厂伫民国93年创立，2期的工程将伫明年6月开始营运。但是第1期甲第2期是做伙用同一个天然气的管线，到底是毋是有法度承担压力？再加上第1期的管线已经有20栋，使得当地居民非常的不安。议会定期会上午特别召开专栏报告，针对2期工程到按度时间以及回馈金、救水等等的问题，要求市府一定要严格把关。台南市议会第4届第2次的定期会，伫个顶礼拜5、2月2號召開。伫个開議進前，到三重區的居民為了新巴電廠2期的工程，前來議會陳情，因此議會伫個2月5號。邀集市府經發、環保、公務、水利加消防等單位，針對新巴電廠2期的工程加都靈場的設置，召開專案報告。會中議員無分壓力，針對新巴電廠的2期工程目前的進度，因為業者無照度時間，是毋是需要做環境差異的評估，要求市府要嚴格把關。伊建物造成的變化有偌大？環差法36條、37條怎麼寫的啊？局長，你被念起來不？
是那个你若照当初申请的建照，因为伊的配置甚至它的容量、功能性有所差异变化的话，就必须全部送审，有吗？这点有无？它应该是还说差异的说明啦，哈。无啦，迄咪说明，迄袂当用备查，你知无？对。你的演当讲，像迄刚理工所讲的，它本来2支大管里面4支套管，现在4支套管都不见了。对，那这2支大管。集合烟囱，哎。哦，对嘛？那对排烟，它的废气我们很重视的。我哋点解第3届市议员的第1届定议大会就提出啦，它制造的一氧化氮是规个台南市用的天然气都无遐济呢。啊，你即马1支甲变做2支，甲变做1支，4支变做剩2支尔。啊，那它的高度嘞？那它的扬尘、它的排放的部分的范围到底会不会变小？它变更的到底有几%？这部分伊无提供数字给我。伊无提供给恁吼，因内底变更设计将近要70%。我请问一下吼，他这里没有当初按图施工了，他当初做的这些环评环差，现在可以继续沿用吗？应该是这样子啊，他如果照原来环评的核定，他如果有变更，他就是可能就要提出环评的变更啦。所以他要提出嘛，所以他现在整个环评环差，这是重新都要去检讨的嘛，对不对？新发电厂2期的工程目前的进度达到84%，预计明年6月就用来商转。不过因为1、2期共用同一条的管线，运送天然气的管线压力是不是会用来承受？又也嘛烦恼气爆的问题。伊即摆一抢在送的时阵，按硬空送出来就已经42公斤了呢。42公斤呢，送到伊山上的时阵，还剩38公斤，减掉4公斤，现在伊该讲17公斤，17公斤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你说伊的设计迄支讲是50公斤的压力，伊即摆已经用掉42公斤啦。互你算讲，互伊送到丰田的时阵，去扣掉4公斤，嘛阁有38公斤。伊即摆2期要阁用，剩12公斤要哪用？局长，12公斤要哪用啦？他现在1期、2期要共用管路，剩12公斤要哪用？我觉得这个数据不要他们说，我们就相信。伊这数据都唔对的，伊即马都已经用42公斤去啊！你即马讲伊讲17公斤，这怎么对？家己做报告吼，伊也是42公斤，原则上第2期的危险度都悬吼，这个部分我会甲要求。对啊，现在屏东都发生迄个气爆，你看偌严重？伊也是一个厂房发生气爆尔呢，你看这样时严重性遐尼大，伊这沿线按硬空开始经过新市新化。到山上，安尼危险性偌大。除了运转的安全甲空气污染的问题，另外伫个回馈金的部分，因为第1期有建厂期间甲运转期间无共比例回馈，不过伫个第2期却严重来缩水，加上完善回馈的区域只有山上、新化、新市甲左镇4个区，会长嘛有议员为大内区来抱不平。认为偏偏拢是甲山上区来相隔壁，但只隔1条溪就无补助。对此，议会最后嘛做出几点的决议，伫个回馈金的部分，要求市府爱持续甲新发电厂来沟通，落实敦亲睦邻。另外嘛要求电厂爱加强管线的巡查。至于2期工程无照度施工的部分，嘛要求业者爱做环评。伫个还未完成进前，市府嘛未用个来发操作的许可。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112年全国运动会盛会，23号会在为关仔岭水会动员取会以后，暗时伫安平古堡点燃盛会。25号搁再为安平军农署出发，正式展开全国盛会团队工作。有请市长接过生活。上个16天，全国运动会由台南市主办，台南市长黄伟綽亲自到关仔岭取盛会了后，搁到安平古堡将盛会引燃。魔火引燃。安平伫人文历史上有特殊的意义，伫这象征全运会为台南400档裂开序幕。一山一海，那一个自然
大地的奇景，一个是人文荟萃的地方，到安平来点燃这个圣火。那我们非常高兴，感谢教育部，感谢体育署，还有所有112年全国运动会筹备会的所有的好朋友，大家的支持。那眼看在28天以后，全国运动会即将展开，这是一个台湾规格最高、等级最高的一个全国运动赛事，我们也将以非常欢欣鼓舞并且热切期待的心情来筹办。在运动赛事当中，盛会象征和平甲公平，也祝福参赛选手一切圆满顺利。今仔日盛会也为延平郡王祠出发，往南以逆时针的方式，是转达热烈的关系。那这次因为配合台南400年，我们这一次的圣火传递，也都请各县市寻找了他们最具在地特色的一个古迹景点，来作为我们圣火传递的一个地点。那同时也希望是一个文化之火，能够来守护我们台湾的一个所有的文化。全运会将在10月21号登场，期待在赛事期间，民众会当来到台南，欣赏各种精彩运动项目，会当吃美食、食古迹，感受台南的魅力。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台南市迎接全国运动会，特别聘请今年得到米其林必比登的人为总铺师，用在地食材做出6道小食料理，要来宴请所有的运动选手。除了要互因充满元气，嘛来宣传台南特有的美食文化。为了款待来自全国全运会选手，展现台南人的热情好客，同时让大家知影每一道菜拢是精选台南在地食材所研发的料理。市府特别聘请今年米其林必比登的2位总铺师来提供6道下午茶的菜色，号名英雄宴。副市长叶泽山嘛到场到宣传，强调要让选手食卡搁食饱。这顿英雄宴是几点要交代？是3点。3点是啥物时阵？食点心的时阵。所以食点心是啥？台南人食点心是食卡无食饱。拄仔咱用白话讲，我台南人热情啊。所以这间物件是爱食卡，爱好啥？爱好食饱。难得16年重新办理全国运动会，爱互全国的选手来到台南。一定会当感受到浓浓的台南的热情，用料理来招待大家，其实就是上好的一种方式。所以今年的英雄宴，台南市政府非常的用心来准备，那也邀请全国的选手们，大家届时共同来参与我们的英雄宴。台南市美食古都有丰富的农特产品，所以2位主持的总铺师结合台菜加台南知名小食所用心出炉的，拢是国宴级的菜色。不管主菜或是连江珍珠豆花点心，以及文旦食的饮料等等，每一道拢充满故事。我甲这用切的，慢慢切，切了融合，融合了用这个成800碗。这型鱼丸，这型300盐层，全部都是馅料下去延伸。来，我甲它签几签，叫做海味3兄弟的鲜味串，又咸又甜。来，像咱做囡仔的时阵除了板刀买的菜，拢会一个鱼丸汤，拢会热滴签几签，迄个感觉，嘛有帮足侪兄弟结合的那种感觉，然后呢，一串里面就有吃到这么多的。口味，其中一道上界珍贵的食材，这可能咱大家伫外口拢捌听过。恁敢相信讲咱寒电的菱角会当做成珍珠？咱毋是干那用咱的迄个白豆花，染咱的梨沙糖安尼尔，毋是干那安尼。咱佫有加上大家毋捌看过即个菱角珍珠，这是咱寒电在地的食材。所以咱食饱食卡，后壁还有一个甜味较会圆满。英雄宴不但是美食的宴会，嘛是对选手的努力致上深深的敬意。希望让选手满满的元气，嘛欢迎大家来台南旅游，拢来品尝台南在地特色小食。台南新闻军旗采访报道。南区文南里选伫中秋进前的假日举办健行活动。
除了互里民增进感情，嘛因为台南市最近天狗咧疫情严重，所以也加强防治宣导，希望大家会当健康安心的过中秋。中秋节除了烘肉、食火锅，随着时代变化，愈来愈侪人注重健康，因此文南里就举办健行活动，号召里民出门行行的。今仔日呢，有差不多迄个400个左右，会当大家出来行路、出来运动。行的所在就是咱文南里，咱的办公处中南街车，行去金华路，金华路行去健康路，健康路即马咱市政府呢开发一个绿洲公园，遐迄个占地2甲半，开3000几万，已经完成啊，互咱里民呢会当去行到咱的文南里一个新的公园。就诚如刚才那个里长所说的，我们有一个健康绿洲公园，还有未来即将发包的文南里活动中心。还有我们里内的一些建设，我想这样的一个庆祝中秋节是别开生面，也非常有意义。这场健行活动会当讲是非常的有意义。立委陈廷辉、台南市议员蔡小辉、林美燕、周丽珍以及立委参选人王嘉珍，拢纷纷到场肯定。伫咱中秋节用一个上健康的方式，带大家做伙健行，实在咱所有周边的环境，会当用上健康来庆祝咱的中秋佳节。咱的里长是第一名的里长吼。会当讲吼，伫咱的社区甲里拢扮演非常好的角色，有咱的里甲社区会当带动上好的活动吼，也有好建设，也有好活动，这是上赞的，咱的幸福。活动也结合政令宣导，除了反毒反诈骗以外，最近上严重的就是天狗日，区长也教场呼吁大家爱做好巡岛清刷，落实防治工作。那现在我们的重点在于那个房子前面的那个天沟跟屋后沟，还有防火巷。那防火巷的部分呢，拜托各位如果有不需要的东西尽量不要堆积，因为容易产生滋生源。那未来如果说有需要的话，我们可能会做一个贴单的动作。透过活动，除了让里民知影里内大小事，同时让大家在中秋佳节的时阵，用无同款的方式来团圆。台南市民说话采访报道。咱先歇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秀团医疗体系今年迈入第50档，20多位医师甲护理师，22号为中华秀团纪念病院出发，骑着脚踏车到高雄以后，24号嘛来到台南市立病院，接着单车环岛活动，领自团结向心力以外，嘛互民众看到秀团医疗体系对医疗的热情。秀团医疗体系行过半个世纪。为着纪念这个重要的里程碑，特别以骑脚踏车的方式来庆祝。为中华出发，沿路经过德山、台南，再后到高雄，全程205公里。从那个咱的起家厝骑到江滨到竹山即摆到台南市医院免等者咧骑到公山到个你路顶这是一个传承。活动集结秀团体系各个医区来共同完成这项挑战，除了向前团结甲合作，也要彰显对医疗专业的努力。那我觉得重点是让我们所有的同仁都认识到秀传那我想在座很多秀传的我们的铁骑士应该是第一次来到台南市立医院，可以看到在蔡院长、黄副总的领导之下，南市医是蓬勃发展，很有朝气，那未来充满了希望。
台南市立病院今年也进入第35冬，为开院以来，除了积极配合中央甲地方政府的医疗政策，未来也将持续提升医疗品质甲量能。那今年秀传50周年哈，大概35年，这个是41、35年。那我大概是在39年前在秀传的哈，然后后来被总台派到这边来，哦，这个苏武牧羊这个35年，今天总算等到大家都来了，啊，谢谢大家的那个参与哈，然后希望今天很顺利能够完成。秀传医疗体系将努力成为亚洲的美约医学中心，提供民众更高品质的健康甲医疗照护。台南新闻双怀采访报道。台湾手表天团颁发青函奖助合金已经是连续第29档，今年颁发358万，帮助台南市119间学校、969位学生。教育局长陈新辉特别前往担任颁奖人，除了感谢天团善行义举，也勉励学生爱努力读册，未来有能力的时阵，就爱回馈社会。台湾手表天团为鼓励学生努力上学、持续上进，结合信众爱心关注，办理天团青函奖助学金。这个活动举办至今已经迈入第29档，帮助以及鼓励超过1万名青函优秀学生。今年的奖助对象包含台南市119间学校，总共969名学生。台湾手表天团会当非常欢喜的心情来帮助一寡咱青函的同学，因咱今年总共有969个同学受奖，内底拢总共有351万来奖金来帮助减轻咱一般家庭的负担。台湾手表天团每一档拢会当办这个优秀同学的奖学金。来帮助青函的同学，这个嘛是讲，阮取之于大众，用之于需要帮助的同学，所以非常的高兴，今天能够那么多同学来领奖，甚至有的家长都带他们来一起来参加授奖，我们内心感觉到非常的高兴。出席颁奖的市府教育局长陈新辉也以家己的例，鼓励学生爱持续上学，未来有成就时，嘛会当回馈社会。从教育角度来讲，我嘛寄望讲，咱这个囡仔受了这个奖学金，一定爱有这种感恩的心啦。咱有这个感恩今天我们这个受人家帮忙，那改天我有成就的时候还来回馈让这个善的循环呢，让持续的去延续。天团董事长徐国润鼓励学生伫求学路上爱加倍努力，将天团奖助学金运作的爱甲期待，转换成为勇往直前的动力。未来校所成后，会当将这份来自社会各界爱心甲善心，继续循环不断，传承落去。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南区凯旋路后段计划道路，因为甲后甲各种的校园有部分是灯塔，变成道路后段缩丘，阻碍通学步道，嘛影响汽机车通行。经过市府10多档的努力，甲地方取得共识，投入5600万进行拓宽，总算完工通车。其实原本凯旋路后段才只有一台机车通好通行，不过现在拓宽以后，跨度15公尺，长度已经205公尺，会当讲是顺利拍通东区后甲高中甲现代校区等周边主要道路的交通，嘛疏解东宁路甲小东路等当年塞车的问题。副市长赵清惠伫当地议员陪同，听出干务局长的简报，对着10几档来将伊拓宽完成，表达欣慰。10档前开始，咱有这个计划要来做道路的拓宽，当然嘛爱感谢咱后甲国中，愿意再把校地的部分可以退缩。那市政府也配合学校的这个道路的退缩，对于它的这个运动场域的这个整建计划，也协助咱的学校来做另外的这个修缮啦，可以让
每一个人付出的都也可以得到妥适的安排，所以这个我想一个是多赢的局面呐。从我们的林森路跟我们的中华东路之间又多了一条这条东西向的道路，能够有效的疏解相关的一个在我们的小东路以及我们的东林路之间的一个交通拥挤，而且这个也能够直接很快速的把我们相关的两个区域的一个人民能够做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连结。开5600万拓宽完成的凯旋路后段，其中6城拢是用地取得，对着当地交通、学生的出入安全以及区域的发展，拢创造得赢。当地里长甲议员无分哪力，拢表达肯定。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9月25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